妇女上海市区闲话入门教程。欢迎再次来到上海闲话课堂。上几年，阿拉学习了上海闲话的你、我、他，阿拉先来回顾一顾。我、我、你、侬、他、伊、我们、我、你、阿拉、你们、㑚、他们、伊拉。上期弄下来反应蛮好，有人讲通通用上海话，也有人讲维持现状就好。葛末第二年，阿拉先来试试看全部用上海闲话效果哪能。第二节课，阿拉来学习用上海闲话打招呼。首先呢是你好、侬好。第二老人勿大会得用，一般就是辣辣头一趟碰头个辰光用。摊铺后头受到影响中年人一般就常用了。早上好，早浪向好。早浪向好这种讲法，阿拉侪勿大常用。晚上好，夜到好，同样勿常用。挨下去迭个就常用了。很久不见，长远勿见，长远没碰着嘛。勿、没、日，可以参考英文的勿、没、日。同样的，勿好用普通闲话的清音发、只代替处理的浊音勿、日。吃饭了吗？饭吃了伐？搿么才是阿拉帮熟人打招呼顶常用的。这里注意到妇女有辰光会得有 SOV 结构。吃了，吃了，还没，未没。你到哪里去？侬到啥地方去？好，阿拉来复习复习。你好，侬好，早上好，早浪向好，晚上好，夜到好，很久不见，长远勿见，长远没碰着嘛，吃饭了吗？饭吃了伐？吃了，还没，未没。你到哪里去？侬到啥地方去？好，仍旧是每期的宣传时间，大家可以关注妇女学堂。那么呢，假使侬欢喜东方 project，侬好来迭个 QQ 群白相。